定会尽上大力量争取最高公赢。记者怎报道？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队进入4强，这嘛是让32档哦。台湾队伫国际大型的棒球赛晋级4强，有买这个球迷机票、佮有门票嘛拢款好咯，要去帮台湾队加油。今仔咱的解破新闻，特别请上员为咱来了解4强赛的赛程。是主播。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双莹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世界棒球12强赛4强的超级循环赛。伫个11月2日，特别伫日本的东京巨蛋来举办。即马呢，这预赛已经拍了，确定有晋级的，就是台湾、日本、委内瑞拉，也搁有美国。咱先来看咱国家队的比赛时程。伫个11月2日，台湾时间11点的时阵，咱特别甲委内瑞拉来相战。另外呢，过长工11月2日早起11点是甲美国队来相拼。另外落尾呢，就是11月23日暗时6点，咱就要参日本来相拼。这4队呢，全部拼煞了后，11月24就是重头戏。这个战绩排伫个尾仔2名的呢，就是伫11月24日早起11点会来拼季军战，也就是抢第3名。也若这战绩排伫个头2名的，11月24日下暗的6点，就会来拼冠亚军。其实这摆的比赛呢，对咱台湾队来讲，就是头一届拼入4强赛。也毋过有较吃亏的，就是因为这拢是伫个日本来比赛，咱是客场的球队，而且呢，咱全部拢是成功，也就是成功球。伫个对这场地无够熟悉这个情形之下，咱就要先出手来比赛，这对咱来讲有影是较有挑战性的。加在呢，咱的赛程看起来拢无下暗接中昼的这个赛程，也就是讲对咱来讲呢是较有量上的时间会当好好啊休困。另外一项较特殊的，就是讲这届比赛呢，并无甲这个预赛的成绩算入去到复赛内底，也就是讲所有的球队呢，全部拢是定算，袂搁再受到前几场这个成绩的影响。这回呢，咱台湾队拼入4强赛，其实日本队嘛是真懊恼，因为监督也就是总教练前端红河呢，伊甚至讲呢，希望冠军战会当搁对着咱台湾队。今仔日呢，咱的台湾选手也已经出发去到东京，咱嘛祝福咱的台湾拢会当讲出好的成绩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通向主播。